你，个说人了啊？是娃娃。哦，哎呦，干么娃娃人不大个？娃娃啊，做老板了吧？这衣裳穿了太轻松啊！衣裳不抢你不衣裳不请你轻轻松松、调调节节的。啊，那还遭讨饭了。以前讨饭，我抢几讨饭都不讨的。以前个娃娃，这抢几个娃娃不没吃瘪个。咋啦？现在娃娃发财了是吧？很忙，我听轻松。哎，老爷的讨来个。咋哇？一套了啦！啊，那我老那娃娃老挺发钞。老爷讨来个么稀奇啊？你得上去个。你上去啊？哟，你上去干稀奇，还别人上也给我不上去，是上你不说跑天个。哇，还娃娃啊，还挺发钞嘛？看侬发钞，看侬发钞。啊，当初的衣裳呢，同过都家头啊哈！他现在做老板了嘛？老板就这个。娃娃呀，哎，喊他生活刚好，老一套进五上两地啊，他当老板啊，就是他兄弟碰着了，请客请客请客，请客，哎，请客请客干么得干？好，第二来我请客，干么得干哦？请客嘛也我还不也鸡巴请客个？嗯，小贾，哎，小贾，六生意，我有生意请客我干么得干？还结果靠接的，我呀，我娃娃也这子讨饭的，讨饭干么讲，这套子个衣裳穿了就叫我干么不并调价？我抢这干么细致啊？我衣裳穿轻松调价，还我老爷的讨来个。干嘛？老爷他里干么细致？小宝腿个五个上来哦，这呀，俺两个有小宝腿啊。可是体啊！今年我朋友搁哪里呢？我请客呢。哎，兄弟你自己的。我你在这里来，朋友来，我请客。来，过年了这。娃娃，走，娃娃，侬子女给我请客了，就是我。朋友给我说的。哎，小蒋，哎，今年我朋友哪里呢？我请客呢。啊，很棒，好爱菜蔬多来。好，给菜蔬多来啊！好爱菜蔬多来。你至于哦？干得干哦！顶好个都得顶好个。娃娃，好吃的请点两个啊！下雨。哎，不要哎。过呀。啊，衣裳杀清爽的，轻松爽的。俺两个兄弟做。记得我这身对对。哎，加油！老几个好，来，我请。哦，味道交关好。来，吃，往外吃，哎，去，难得帮助，难得，我老爷讨的哦，两个五张的哦，五帮助各位，你拿走，吃的，好，娃娃侬客气个，娃娃侬四路是我吃，侬四路侬吃啊。哎呀，娃娃呀，侬咋了？还恶人了，还穷人了，发生富人个病了，那吃好个么子吃着头皮痛了，哎呦，个人啊，我要上毛毛嘞，人个饭吃个不起杠了，不起杠了是，俺们个欺负一起杠不掉侬吃，还掉侬痛啊不死掉了一条给。娃娃，我的两个人吃哦。哎呦，娃娃，我不得了。哎呦，娃娃啊，侬吃一种啊，我马上去加水去了啊。要不得，干么个人？侬个赤老上侬一家人了。不起杠。他们两个人啊，还得了是给我们调酒个，还做干么去个？
他们个两个吃萝卜刚把人条开个，还不请客请客，老早叫我请客，还老早请我老爷叫我买老爸相应哎，还不得说两银子哎，还等着把我讲我老爷老爸相应唔到唔地买个，这两个吃了我唔哩，他们个来一路把哪个溜个，还给他溜我爹家唔得的，我不溜我岁数。